还没有死。对，小爹还活着，他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小爹还没死呢。我听见了，走，下来。来呀，把死犯朱天宝押过去。这怎么办？走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宝在跳大神啊！这回出鞘，看看大宝！金刚，等，你们看，这没事了的。太子遇难而死，朕兄逍遥法外。信王朱由检他是被冤枉的。如果老天爷，你认为我说的是真的，愿意让我重查此案，那么上苍，请你扭转乾坤，物换星移，白天立刻变成黑夜。怎么变的？变成这样怎么办呢？朱天宝，你不要妖言惑众！来呀，刀斧手，时辰已到，验明正身，给我斩了！小蝶，斩！这天剑异象，可有什么说法？皇上，您是真龙天子，最近有精神矍铄，这天象是几百年不遇一次，那一定是上苍保佑皇上龙体安康的。你看这天昏地暗的，一定是为皇上您消灾的。是啊，说得好。大宝，小蝶，末日来临了，我要跟你一起死。小蝶，别怕，没事的，我不会死了。大家别怕，也不要慌，这是苍天有眼，苍天显灵了，是苍天让白天变成黑夜。太子遇难，信王是冤枉的，苍天让我不死，是让我来查清案情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赶快禀告皇上！赶快禀告皇上啊！
启奏皇上，负责死犯朱天宝在菜市口问斩的监斩官急奏，说死犯朱天宝对天起誓。朱天宝是谁？回禀皇上，朱天宝是建兴王朱天祥的弟弟。哦，朕想起来了，这个朱天宝，朕记得见过他一次。哎，他为什么会被问斩？回禀皇上，朱天宝就是入宫行刺的刺客。哦，朱天宝对天起誓说了什么？他说了什么？朱天宝说，太子案事有蹊跷，信王也是被冤枉的。如果上苍有眼，让他查清此案，就让白天变成黑夜。谁知话一说完，天真的黑了。监斩官不敢妄动，这才急奏皇上，请皇上裁决。天意，这是天意啊！皇上，这不会这么凑巧吧？不，这是天意。朱天宝在菜市口问斩，这白日突然变黑了，不早不晚就在被斩的当口。可见上苍要替太子讨回一个公道，即由朱天宝替天行道。传旨，快传旨！朕要给朱天宝一道恩旨。皇上，信王和太子一案，皇上若要重审，也用不到朱天宝啊，请皇上三思啊！你不要再说了，千古不见的奇闻，朕都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朕不能违背天意。传旨下去，朕要让朱天宝彻查太子一案。皇上圣明。不过朱天宝到底还是戴罪之身，就这么让他查案子，也得有个说法，不然朝廷乱了刑法，这话也说不过去。是啊，皇上，朱天宝戴罪，即便是查案，也要由侍卫押解才行啊。再说时间不宜过长，有个7、8天也就够了。如果时间一长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再被小人利用太子事件传出一些个风波来，岂不是得不偿失了吗？好，就依你所言吧。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朱天宝对天起誓，感动上苍，天见异象，足见朱天宝心诚至坚，特旨暂缓行刑，限7日内由朱天宝查明太子一案上奏。若朱天宝有负圣恩，7日内未能查清此案，朕亦要依律法办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三娘太好了，大宝，小蝶，真想不到我们两个还能再见面。大宝，我不敢相信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好了好了，都活着就好了。这几天呢，我感觉好像做梦一样，都不晓得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都是真的，小蝶和大宝不是好好的都在这儿呢吗？对了，张满仙，侯国兴怎么样了？嗨，还没醒，除了没断气，其他的跟死人一样。侯国兴醒不了，那很多答案都石沉大海了。哎，大宝，你看能不能让那些侍卫先回去，咱们好好喝几杯，给你压压惊。对，这些侍卫呢，都是来押解我的。我奉旨查案，可还是戴罪之身。如果查不清这件案子，还是要被斩的。我白天出来查案，晚上还得回牢里。那怎么查案呢？要是7天之内查不出案子，就得回去问斩了。这已经是特旨恩许了。张半仙呐，你这个算命大师应该跟大宝好好学了。你瞧他居然有通天的本事，请出天狗把日头给啃了。哎，是啊，天宝啊，你是不是有通天的本领？居然能让老天爷
扭转乾坤，物换星移，白天变黑夜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真是神了你啊！天机不可泄露。各位，这次查案要仰仗诸位帮我了。大宝，这个案子你一定能破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就怕这个案子破了，会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那是什么事啊？万一我二哥朱天祥也卷入其中呢？岳父大人，见过王爷。小婿拜见岳父大人。这次南京之行可否顺利啊？还好，正如预期。来，岳父大人，好，请上座。看茶。岳父大人，这我刚听说您回京了，正打算差人去知会一声，好去看望您呢。我是惦记着你跟若男，所以就先赶过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天宝的事我也有所耳闻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是，天宝福大命大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也是我这个当哥哥的没能耐把他救出来，还好老天救了他。希望他能够早日找到真凶，将凶手绳之以法，还信王一个清白。一定会的。啊，对了，怎么没看见若男？哦，若男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怕是不方便探视。等过几天他身体好一点了，我跟他一块儿到您府上给您请安去。是什么病啊？好，是女人的症候，我已经叫太医瞧过了，没什么大碍，怕您见了心疼。没什么大碍就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把我从南京带回来的特产给王爷。啊，谢谢岳父大人。既然若男不舒服，那我就过几日再来看他。你是王爷，他是王妃，让你们到我府上去，还不够麻烦的，还是我来，你说呢？这怎么好意思让岳父大人再跑一趟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督察院我还有事，还等着皇上召见呢。我先告辞了啊。好。宋阳大人，是。皇上让天宝立刻查清案子，他势必会查到我的头上，我该怎么面对？大宝兄弟，有你的！小王爷万岁！各位兄弟，我回来了，我大难不死，没有被砍头。大宝兄弟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胡子哥，小蝶他也没死呢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这真是苍天有眼呐！什么苍天有眼？这是皇恩浩荡，瞧你个大男人，哭成这个熊样，老子掉一滴眼泪不行吗？天宝，记住了，日出查案，日落回牢，只有7天的时间。放心吧，没问题，我一定能查出真相。低调一点，好好查案，救自己。这里面是有问题。天宝他出了那么大的事，天祥居然在王府里不闻不问。偏巧这时候若男又生了病，我这个岳父大人都亲自到了，居然不让见。天祥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朱天祥和魏忠贤早就勾结，说不定朱天宝的事，他这个做哥哥的也有份。
万一真出什么问题，若楠他……大人，咱们不能干等着，不如让我夜探王府，见一见大小姐，看她是否平安。也好。那你去看看若楠，让若楠报个平安。万一若楠真出了什么问题，想办法把她接回来。是。等等，如果有什么突变，你自保第一。若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那也只有人命了。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切以大小姐安危为重，不惜一切。你赶紧去吧。是。快起来！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王妃，你别拦住我！我要去找我爹，走开！别拽我！不能走。阿爹，王妃，你快让他们起来，我要去找我爹。王妃，切勿着急。来，都起身，都起来。退下。是。王妃，小的今天来是向您汇报一下天宝小公子的事儿。还有什么？他今天已经行刑了，有人帮他收尸吗？朱天祥间接杀死了自己的弟弟，他现在高兴了吗？王妃，您误会了，小公子他并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就在他要被行刑之前呢，突然上天起了异象，小公子说是受了上天的旨意，要他查清太子一案，皇上已经下了免死之令。还有，给了他7天时间，让他彻查此案。真的？真的。天宝真的没死？没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天宝没有死，天宝没有死。阿丁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我跟隋王爷这么多年，我亲眼看见他一步一步从一个善良的人，变成如今这般的邪恶，我良心上过意不去。朱天祥如今是众叛亲离，他迟早会有报应的。哦，对了，杨大人今天来了，不过又走了。我爹他来了？对。那他怎么没来找我呀？王爷不让他见你。朱天祥。王妃，别拦着我！王妃，朱天祥，你要冷静啊！王妃，天祥，大小姐，慢着！大小姐，跟我走。走。快来人呐！有刺客！快点！快！赶紧通知王爷！快，那边，这边，快！大人，爹，若楠，爹，天祥他是个混蛋，他十恶不赦呀！好了，先别急，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天祥他怎么了？天祥和魏忠贤同流合污，天宝闯皇宫刺杀皇上一案，
根本就是天祥陷害天宝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天宝上京告御状，天祥和魏忠贤担心侯国兴的案子会连累到他们，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定除掉天宝。这是我亲耳听见的。我没想到天祥竟然连自己的亲弟弟都陷害。我让小翠儿给天宝送信，他竟然把小翠儿也给杀了。真有此事？天祥知道我听到了他们的事，就命人把我软禁起来。他根本就是一个畜生！朱天祥，你居然敢做出这种十恶不赦的事情！枉我一直把他当成……爹真是瞎了眼，是爹错了。爹，没事了，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不会再回到王府了。不过，天祥知道我逃走了，他一定会伺机报复的。他敢！明日一早我就进宫面圣，把他跟魏忠贤的罪状禀告圣上。爹，你别冲动，皇上让天宝彻查此案，天宝一定知道些什么。天宝他那么聪明，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他们。你是怎么知道天宝的事情？王府的人看不过去，就告诉我了。今天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逃出来的。大人，大人，门外有一位姑娘要求见你，说是定州来的小蝶，天宝小王爷的朋友。若男，小蝶。若男，爹，这是天宝的未婚妻。小蝶，这是我爹。杨大人，小蝶给杨大人请安了。哦，小蝶姑娘，这么晚了找我们有事吗？是大宝让我来找你的。大宝？爹，大宝就是天宝。他怎么说？大宝怀疑太子遇难案与魏忠贤有关，现在苦于没有证据，魏忠贤又处处的牵制他，所以大宝想请杨大人来帮忙。我跟魏忠贤本来就是不共戴天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说。大宝想请杨大人联合督察院的御史，一起上书参魏忠贤，这样魏忠贤就自顾不暇，不能处处刁难大宝了，大宝就可以顺利查案了。这个简单。其实我本来就在等这个机会。只要太子案有了眉目，10个魏忠贤都得死。我这次从南京回来，也搜集了不少他们贪赃枉法的证据。这样，我现在去写帖子，然后联合所有御史一起参他的本，就算参不倒他，也能让他火烧眉毛。你们2个先聊着，我去准备。小蝶谢过杨大人。小蝶，若男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我爹、三娘、半仙叔还有金刚，我们都很好。大宝和我们都非常的想你。你们没事就好。你还好吗？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幸的人了，不过想一想，我最快乐的那段时光，就是跟你们一起在定州的那段日子。若男，若男，我们都会好的，会越来越好的。什么人？启禀王爷，事发突然，卑职没有看清。没看清？要你们干嘛呢？
看看你们，你们多少人，抵不住一个吗？王爷，那个人武功高强，卑职没能保护好王妃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恕罪？恕罪？你们几个担当得起吗？若男这么一走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滚啊！是，滚！是。天宝兄弟，天宝兄弟，你怎么一夜没睡？啊？原来天都亮了。怎么样？看出了什么端倪？非常有趣。怎么有趣了？你管的还真多呀！睡你的觉吧。哎呀，来人呐！天亮了，我要出去。来人呐！来人！瞧你饿成这样，牢饭有那么差吗？哦，你去吃吃看，肯定没几天你就变成寿司师了。哎，大宝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是我很清楚，肯定是太子庵有了新发现。知我者真是孟老爹爷。快说，大宝，你发现什么了？办案期间必须保密，以免泄露机密。我打你！若男，天宝，天宝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就让她抱抱吧。若男现在是我的好姐妹。哎呀，天宝啊，恭喜你啊，妻妾成群呐！不行不行，若男是我二哥的妻子，就是我嫂子，她是王妃啊。王妃，大宝，你真应该听听若男讲讲你二哥的事儿。若男，我二哥怎么了？来，天宝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说一说。你不在的期间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二哥他一直跟魏忠贤同流合污。啊？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杨大人吩咐过，不准任何人进去打扰。老爷，给王爷看茶。是。拜见岳父大人。王爷这么急着要见本官，所谓何事啊？岳父大人，若男前几日说要回来看您，如果您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我希望接他回我的王府。天祥啊，我不知道你跟若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尊重若男的意思，等他休养好了再回王府。岳父大人，劳烦您挂心了。若男他在王府有什么需求，我都会照顾他。我要接他回王府。天祥啊，我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建兴王这3个字。宋王爷，让我听听动静。哎呀，你别急我呀，让我听听。天宝不会有事吧？我是不是不应该把天祥的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他？大宝只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说哪有这么对自己兄弟的？这生在王爷家也不怎么样。金刚，你少说2句吧。真是。
二哥，二哥，抓刺客！抓刺客呀！抓刺客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哎呀，都已经1个时辰了，咱们没时间了。哎呀，金哥，把门撞开。啊，好，来，准备啊。没事吧？我的屁股！大宝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开始查案吧。这是太子沉船上的木料，我看这接缝处并没有什么异样。哎，照你的话说，我已经把沉船查了个遍，倒是有个地方好像被人用利器刺过，可又看着模棱两可。这些木材当时打捞上来呀，铁钩、渔网、竹签子都用过。要是有人那个刺船宝船，那都不能当证据。一定是有水性极好的人潜伏在水底，配合船上的太监。太监下药放火，趁乱把太子推下船后，水下的人再把太子拖入水底，所以当时谁都没有找到太子。可是什么人能潜水这么久呢？啊！我想起一个人，很多年之前，我在定州接了一个案子，说有一个水性极好的江洋大盗，常常在漕运码头那里下手偷东西，后来被人捉住了。还请我打官司呢。哎，你替人打官司又输了吧？那是铁案呐，哪有不输的理由啊？那人呢？这个人还在吗？他在定州关了10几年呢。他出狱之后呢，还跑过来骂了我一顿。后来听说他跑到京城这边卖鱼为生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做蔡七，扬州人。他出狱之后到现在应该有7、8年了吧？因为这个案子，很多人都认识他，所以呢，在京城卖鱼的人肯定都认识他。那他的水性到底有多好？他可以潜在船底下，能跟着船游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啊。那他到底能在水下藏多久啊？半个时辰呐，从古到今还没见过这种人。我也问过他，可他总是支支吾吾的，从没有说清楚。只是说要上来换个气。好，那就找他问个清楚。大白菜了，新鲜的大白菜。那小子在哪儿啊？看新的白菜，那是青菜吗？啊，看看啊，面条，来点面条吧。新鲜的青菜喽。蔡七，哎，认识我吗？我找到他了。他在这里，别跑，别跑！快抓住他！别跑，老孟，低头！还跑！你混蛋，还嫌我腿瘸的不够啊！你跑什么跑嘛？又不是拿你去过堂。哼，你们比捕快还可怕。我还不知道你们来找我干嘛？朱天宝查太子案，天下皆知。你们找我，无非就这么一件事儿。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自打出了这定州大牢啊，我这腿就让我娘给打折了啊！这都多少年没下过水了，什么都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好了，保你这条腿不会残废。哎，你这条腿确实能证明你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就问你一个问题吧。到底这天底下有没有人能在水里面待1、2个时辰呢？兄弟，这事关乎好几条人命啊！今天的话没有别人听见，还请如实相告。哼，没有。哎呦，你怕什么呢？整个市场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找你，就算你瞒着我们，害我们输了官司，你能保证真凶不会来灭你的口吗？老哥的话你明白了吧？你帮了我们，
就等于帮了你自己呀。嘿，就知道这事儿躲不过。实话跟你们说吧，要是没有家伙能在水里憋半个时辰，这种奇人没有。哦，当初我作案的时候，也是扶着船帮子换气的。你以为我是龙王爷的虾兵蟹将啊？呸！都是吹牛唬人的段子。那什么家伙能够憋气呢？麻杆、鱼泡、通了气的管子，再不济用荷花那杆儿也行啊。不行不行，还要想别的办法。天宝，你要打起精神来啊！若楠，你也帮我劝劝他吧。唉，要是我的实验室在就好了，也许做些试验就能有所发现呢。唉，可惜实验室已经被拆了。对了，天宝，你还记得你早些时候发明了一些可以潜水的东西吗？弄是弄过，我还搭进去不少银子呢，还差点让王府里的小厮们丢了性命。这些呀，都是我当年不懂事胡闹的，可到最后也没有弄成啊。也许有人弄成了呀。有这个可能。我想起一个人。谁啊？那个差点被淹死的家丁，叫什么来着？李浪，他是我的奴才啊。对，就是那个矮个子李浪。他人小，但是胆子很大。你发明的东西，只有他敢带着潜到水里面去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都叫他小浪子。哎，若楠，你怎么会记得他呀？千岁，小院简陋，实在让千岁见笑了。哎呀，要我说，天祥啊，这个小院子也挺安逸呀。那个人是谁？是小浪子，原来是我们府里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跑到9000岁府里去了。小浪子，当时我就觉得他眼熟，那个矮个子侍卫一定就是李浪，他是跟着魏忠贤来的。小浪子不是我家的奴才吗？老王爷在世的时候，经常会放奴才出去当差，做衙役、做侍卫的比比皆是。这个李浪应该就是钻营到魏忠贤那里去了。对，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内外，他府里的侍卫大多是王公贵族、文武百官荐去的，为的就是攀个交情。那这么说来，这李浪有可能完成了我当年没完成的试验。有可能，实验室被拆的时候，里面的东西被人拿走了，有可能就是李浪拿走的。李浪有可能。一定要找到他。小蝶，你这身子刚好，要好好补补。师傅，我爹和半仙叔他们回来了吗？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好好养身子才是第一位啊。也不知道我爹和半仙叔他们找到李浪了没有？我就是想不通啊，为什么抓人的事不让我去啊？哎，你要和我照顾小蝶嘛，小蝶的身体还没恢复好，听师傅的话，多喝点汤，好好养身体。我看我还是先去大牢看看大宝吧，兴许老哥直接去大牢也说不定啊。哎，我也去。哎呀，金刚啊，你动不动脑筋呀？你这么一说，小蝶她更吃不下去了。师傅，我可以端着这汤一块儿去，大宝也可以喝一点。哎，好好好，都依你。哎呦，什么时候有人这么想着我就好喽？我现在就想着你呢。来，你先喝。哎，伯伯，这个是小姑特地为你做的，你喝吧。啊，伯伯啊，伯伯。我和半仙去东厂找人查了查，半仙认识的人多，再加上咱们这回又舍得花钱，所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打听清楚了。等一下，有点渴，不好意思。当时老王爷还在世的时候，李浪就在东厂。因为当时魏忠贤招揽人才嘛，所以给的银子很多，很多人就过去了。那时老王爷也没有什么意见，
因为各奔前程嘛。可是呢，因为太子案震动朝野，当时就有很多人调职离开，李浪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知所踪。那就是说，这个李浪的嫌疑很大。半仙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他先到锦衣卫那儿打听消息，让我先过来。这个李浪不会让人灭口了吧？现在一切还不能下定论，还是先等等张半仙的消息吧。我冥冥之中总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，可这柳暗花明的影子却总在我眼前晃，我又抓不住什么。太子一案我们没有物证，如果我们还找不到人证的话，你看，这不是柳暗花明来了吗？哎，我们可不能像穷汉子过荒年一样，见一步走一步啊！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假设李浪被灭口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办。这个李浪自小就机灵，他胆子又大。如果他真的和太子案有牵连的话，恐怕不会不知道魏忠贤想杀他灭口。我冥冥之中总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，可这柳暗花明的影子却总在我眼前晃，我又抓不住什么。太子一案我们没有物证，如果我们还找不到人证的话，你看，这不是柳暗花明来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笑话？我和小蝶给你带了些吃的。小蝶、若楠，难得你们一起来了。我们是在门口碰上的。大宝，你说那个李浪，他会不会已经……不会的，天宝其人自有天相，就算是挖地3尺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对，大宝，这次我也出手，咱们多个人多双眼睛。你说的对，我已经跟我爹说过了，我爹也已经答应派人去帮我们破案，扳倒魏忠贤的重中之重，应该就在这个案子上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呐，这人多眼杂，要是让那个9000岁知道了，会坏事儿的。怕他个鸟！杨大人已经和督察院的人参了他，他现在正忙着擦屁股呢。哎，大宝，有信儿。哎，里边说吧。金刚，你把风。好。看首长，你受累了，麻烦你跑一趟，给半仙弄点烧酒来吧。好，只是把事情说完，赶快就散了。要不然下官的差事可就不好办了啊！那我们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哎，走，快！若楠，小蝶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们不走，我不。我打听清楚了，锦衣卫的人知道这个李浪太子一案牵动朝野，东厂和锦衣卫的人相互扯皮，你查我的，我查你的。那个时候李浪在东厂是被锦衣卫列入失踪名单，就在京郊的马王庄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马上就去吧。恐怕我们去了也找不到。那是，锦衣卫去过几次马王庄，都说没这个人。去年京城闹蝗灾，这李浪的家人据说都去逃荒了，咱们再去也查不到什么线索了。那也得去啊，哪怕就一点希望，我们也不能放弃。若楠说的对。我听说年初的时候不少老百姓都回来了，说不定李浪的家人也有消息。天宝，事不宜迟啊！就这么定了，麻烦几位再跑一趟吧。还有，我从锦衣卫那儿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帮人正在集结待命，好像有大案子要办，不知道是不是魏忠贤事先得到了消息。咱们去找蔡妻，就闹在明处。魏忠贤那儿一直不动咱们，说不定就在暗中盯着。要是锦衣卫插手的话，这件事就难办了。若楠，辛苦你去找杨大人，让他派些帮手。好。总之要快，劳烦大家了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希望了。好。小蝶和孟老弟灭生，我让他们从大路走了。大路安全一些。哎，前面来了一个大官看轿子和护卫级别不低咱们还有要事，最好别惹麻烦。走吧。好。
赵大人，青龙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魏忠贤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派东厂和锦衣卫伏击钦差大臣，就不怕皇上追究吗？要看你们能不能活着见到皇上再说。哼，就凭你们几个，想打得过我吗？哼，青龙，你虽然是前指挥使，但是你已经老了。少跟他们废话，去他们手机，保护赵大人。快推倒楚明！大家小心！快走！好，走。这个阉人如此猖狂，本官若不扳倒这奸臣，誓不为人。若丹，杨大人可好？哦，我爹很好，他还说过几日让我们接您回京，没想到您现在就回来了。赵大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您以便装入京，侄女还有钥匙，让他们几个护送您进京吗？救命之恩，本官铭记。大人，前面便是官道，人来人往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谅他们也不敢再次行凶。好，本官就此告辞。那我们就护送赵大人进京。我们走吧。走。啊，你们遇到了锦衣卫啊！看来咱们分头行动是对的，不然我们就拖你们后腿了。哎，老人家，我们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个子不高，大概是27、28的年纪，先是在城里当过差，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你们是他城里的朋友吗？他家呀就住在那边。不过呀，李浪那小子已经死了，只留下一个7老8十的瞎眼老娘。我带你们过去吧。啊。李浪他娘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关于李浪的事儿啊，你们还是问他娘吧。我现在去给他弄点吃的。好。来，慢点。来。我眼睛瞎，不认得人。你们是谁呀？老婆婆，我们是来找李浪的。李浪，他死了。他做了亏心事，被人追着跑，跑到家里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。老太太，这李浪做了什么事，让人追杀呢？
我不知道，不过就是些偷鸡摸狗的事情。那老太太还记得李浪活着的时候有提过一些跟魏忠贤有关的事情吗？你们说的那个严晨，魏忠贤他还没死啊？可不是还活着呢吗？要是李浪在，或许还能帮上我们的忙。弄死他！你让我干啥？我干！老婆婆，我们就是想问李浪他有没有说过下水的事情？魏忠贤设计陷害太子，淹死了太子，恐怕跟李浪脱不了干系。他竟然杀太子！你这个逆子啊！他的水性好吗？会水，他还鼓弄什么东西，说是能在水底下待上几个时辰呢。那你记得他鼓弄的东西放在哪里吗？他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放在家里了，我眼睛看不见，你们自己去找吧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不客气了。老婆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罢了，这是命数。呸！啥命数不命数的？我给人算命呢，糊弄一辈子了。这命数二字，谁能说得准呢？哎，老哥，打起精神，说，靠这根换气的管子，能不能打赢官司？就试试看吧。没有人认罪，谁会相信我们的一面之词？这李浪既然死了，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。可是我们有证据啊！小蝶，恐怕我不能陪你走完这一生了。老天爷这不是在逗闷子吗？千辛万苦找到这东西，却成了一个废物。天宝，我听说你打官司没输过，要不就给他干一场试试，反正左右都是个死，拼一把不见得能输啊。太子一案事关重大，我们证据不足，根本动不了魏忠贤。这个案子，我们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万万打不得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为了太子的死和魏忠贤打官司，同时这也是为了信王朱由检翻案。如果这场官司我们打赢了，那就万事大吉。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打输了，魏忠贤一定会告我们诬陷他，而且一定会反咬一口，让我们几个人为这个案子当替死鬼，信王也会被他赶尽杀绝。那这样一来，太子一案就成了铁案，也就永远都没有翻案的可能了。这一次扳不倒魏忠贤，太子冤死不说，就连信王都被牵连。哎，那就坐着等死吗？哎，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这离7天的期限没几天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小蝶，小蝶，小蝶，魏忠贤已经动手了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呀。这魏忠贤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今天要不是若男救了我，我恐怕早被锦衣卫抓走了。杨大人，咱得赶紧想个办法呀！不只是锦衣卫，东厂也在四处抓人呢。只要上过奏折、参过他们的人，都被他们一个一个以各种的罪名给抓起来。哎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让大家再等一等，要不然魏忠贤见一个抓一个，咱们的人都保不住。还等啊？等，必须要等到天宝找到太子一案的证据。只要皇上龙颜大怒，魏忠贤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好吧，我去传信。当务之急
是想办法保住那些被抓的人，不能让魏忠贤给害了。天宝7天的期限就剩下2天了，万一这官司真的打不赢，万事皆休啊！若楠，太晚了，又黑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你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，不如我让金刚送你回去吧。放心吧，我会武功，一把剑就够了。万一魏忠贤的手下跟踪你，你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没事，倒是你照顾好自己。好吧，那你一个人小心一点啊。嗯，回去吧。若楠，若楠，若楠，跟我回去。让开！跟我回去，跟我回王府。放开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回去。对不起，若楠，这下你应该开心了吧？跟我回去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让我跟你回去，除非你先杀了我。杀了你！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，是我一生的支柱。你让我怎么杀了你？那你就放我走。我不会放你走。我要一辈子看着你，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我不想再像金丝雀一样被你关在笼子里，我也不想再看见你，更不想跟你生活在一起。我知道我盯着你，管着你，你恨我、憎我、怨我，那都是因为我爱你。你太自私了。我知道我自私，我也知道我的做法很激进，那都是因为我需要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要看着你。我好不容易娶到你。好不容易把你留在我身边，就算我求求你，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啊！你回来好不好？就在我身边，哪儿都别去。你告诉我哪儿做错，我改就是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陪着我。不可能，除非你杀了我，否则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天宝。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，你不懂吗？我不是为了天宝，当我决定嫁给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将天宝给忘了。我曾经想要试图跟你共度一生，甚至想要去爱你，尽好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变了，变得好可怕。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善良正直的天香。你为了权力、地位和魏忠贤同流合污，我怎么可能还跟你在一起？你误会我了，我跟魏忠贤有我的计划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那都是你的一己私欲。天宝和你一样想铲除魏延，他赤手空拳，无权无势，同样让魏延害怕。你怎么就不能像天宝一样坦坦荡荡的呢？天宝，你口口声声都是天宝，你是我的妻子啊！好，好，就算我被所有人误会、憎恨我、唾弃我，
但你要知道，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呢，你怎么不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呢？虽然我是你的妻子，但也不代表我就要认同你。天翔，你醒醒吧！你这样下去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赶快和魏忠贤他们划清界限，免得害人害己。我告诉你，全天下人唾弃我都不在乎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若楠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很爱你。祝天翔，你竟然把我当成你权力欲望的借口，我瞧不起你。千岁，杨涟在南京不知查到了什么，他让东林党人上书参奏，自己却按兵不动。看来他是有了杀手锏了。朱天宝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朱天宝让几个定州人帮他查案子，就眼下来看，不像是有什么发现。再过2天，他就得伏法认命。看来杨涟是在等一个机会啊。朱天宝翻不了案，杨涟就奈何不了我们。朱天宝大张旗鼓的查案子，无非就是想让我们露出马脚。千岁偏不动手，他能查出什么？朱天宝查不出案子来，杨涟就有可能孤注一掷。这个人不能留了。他是正三品，这种方法用不得。看来除掉杨涟，还真得用把杀牛刀啊！你抓紧审理那些抓来的东林党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是。看来我还真得去一趟建兴王府了。启禀王爷，9千岁来了。9千岁，啊，王爷很有雅兴啊。哎，你我不用客气。哎。9千岁，这是有话要和在下说啊。赵南星回京城了。赵南星？赵南星不是被您派去南方查案了吗？是你的岳父大人召他回来的。可我的岳父大人为何要召他回京啊？还能有什么事啊？一定是为了你弟弟朱天宝审理太子案，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我。天翔啊，今天我来找你商量，就是这个事。这个杨涟不能留了。天翔明白9千岁的意思，可他无论如何都是我的岳父啊。你把杨涟当岳父，他把不把你当女婿啊？据我所知，杨若楠已离你而去。如果杨涟不在了，这杨若楠回到你身边的可能性还大一些。天翔，咱们苦苦经营了这些，为了什么呀？你如果下不得狠心，怎么能坐上大明的皇位呢？千岁，你要在下如何做？
皇上，杨连一党遍布天下，他贪黑不法的事，肯定会有人替他瞒着的。你们说的真的假的？杨连这个人正直出名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哎呀，皇上，杨连看似忠贞，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奸臣呐。他藏了那么多黄金，要不是建兴王反复的调查，他藏黄金的地方至今还没人发现呢。建兴王，魏公公说的可是真的？皇上，杨连是我的岳父，我岂有陷害岳父的道理？可是微臣亲眼所见，杨连匿藏黄金，微臣只好忍痛大义灭亲，以彰我国法。是啊，皇上，像这样的臣子就应该法办，请皇上下旨，办了杨连这个奸臣吧。杨连这人为官清廉，这天下人都知道的。你们俩是不是搞错了？哎呀，皇上爱惜臣子，天下皆知。不然，老奴再派东林党人私底下去查一查，如果真的是冤枉他，我们也不好诬陷他呀。朕是不太相信杨连会做出贪赃枉法的事情。不过，连他女婿建兴王也这么说了。好吧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去办。不过，是真是假，一定要查清楚，切不可冤枉了杨连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不能进，不能进！为什么？锦衣卫奉皇上谕旨，搜检杨连府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是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！违反圣旨者，一律杀无赦。是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！闪开，闪开，快点！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不知道这里是顾命大臣的官邸吗？我只知道。我拿的是圣旨，你不奉旨，我就有权抓你。杨连，跪下听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据建兴王朱天祥、大理丞徐大化弹劾，杨连党同伐异，招权纳贿，特制搜检杨连家产，如发现实证，令当场缉拿，下镇抚司诏谕审讯。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建兴王朱天祥上书弹劾我。这建兴王可是你的乘龙快婿，他具奏不避亲，可谓是忠臣。杨大人，你要真有贪贿之事，不如早一些就招认了吧。也免得下官费事。朱天祥他血口喷人！大人，杨府藏匿大量黄金，请大人检验。哼！你们这是栽赃！你有什么话就到镇抚司去说吧。来人，在！我把杨连拿下。是。慢！我杨连一身清白，还怕你们屈打成招吗？好，给我拿下。是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走。哼！你根本
挺不过我这72种刑法。识相点儿，快给我招认！现在你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吧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来人，在，给我用烙铁烙他。是。从脚心开始。招还是不招？好，再来人，是，给我拔他牙。是。魏延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你们怕了吗？告诉魏延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杨大人，您这是何必呢？何必？那魏忠贤是多么大的势力，您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要我说，您就服个软，别再说他的不是了。现在不说，等到他谋逆成功，要让后世的子孙嘲笑我们大明王朝就没有一个忠臣吗？我帮您弄点水吧。魏忠贤，你要杀就杀，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是如何陷害忠良。他签字画押之后就开始狂笑，狂笑得非常凄厉。他疯了。他没疯，他没疯，不必再审了，去弄死他，弄死他！杨莲现在还没有定罪，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，恐怕会……恐怕什么？定不定罪，由不得他。你会办事，你去办。你办不了杨莲，我就办你！杨莲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
还是不招？呸！大丈夫，不要一死！好，那你就不要怪我。来人，人头画押。是。我爹去了。杨大人惨死狱中，是冷月受了魏忠贤的指使，把杨大人给害死了。若南，京城不是久留之地，你且避一避。我跟督察院的几个同僚已经写好了遗书，我们联名参奏，宁可玉石俱碎，也要参倒魏忠贤。天宝明天也要被处决了。魏忠贤，若南，你不要干傻事啊！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是斗不过魏忠贤的。赵大人，我替父亲谢过了，还请赵大人不要为我劳心。我自有打算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沐浴更衣，为爹爹烧纸祭奠。杀害太子的真凶杨若南在此，前来投案。下跪何人？左都御史杨莲之女，建兴王王妃杨若南。杨若南，你是来自首的？是。你说你是杀害太子的真凶，这就是你的作案工具？是，我用他潜伏到水里，我早就已经有预谋，将太子置于死地。朱天宝发现了我的作案动机，我不得不投案自首。杨若南，你要想清楚，单凭你一面之词，要翻太子一案，是比登天还难呐。我知道。那你杀太子有何动机啊？当然有动机。太子一死，西王被贬为庶民，我夫君朱天祥就可以成为皇位第一继承人。杨若南，你要知道，皇上严令我查案，一旦查明，立时便要正法。你要想清楚啊！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字字是真，请大人明察。好，你杀太子，你的夫君朱天祥可知道？他知道。是他指使你干的？是。其他同谋是谁？魏忠贤。好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魏忠贤和朱天祥如何密谋，以及我如何作案，我都写在认罪书里了，请大人面呈皇上。若南死也瞑目。来人，在。把杨若南押下去。是。
说的都是真的？我怎么敢拿这事儿胡说呢？若男认罪，满朝震惊，皇上当即下旨，令顺天府就地审理，已经定案了，御赐7尺白绫，立地处死。若男，天宝，若男，天宝，别犯傻了，你去了有什么用啊？若男已经指认魏忠贤和朱天祥是同谋了，现在东林党人已经合纵灭军，皇上恐怕饶不了他们。若男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大宝，若男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天宝，天宝，天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朱天宝，朱天宝，你为什么要回到京城呢？这就是你需要的结果吗？若男他是为了救我。天宝，他是替我而死的，我欠他的爱永远都还不清了。天宝，冷静啊，天宝！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？